谢谢。刚刚的 MV 好看吗？很帅吗？那个房子其实台湾就有了，不用到日本。那个房子在阳明山，而且是在文化大学旁边而已。然后是一个文资馆。对，台湾很多文资馆，所以如果你们有心，可以给它开发一下呢。弄一弄就很漂亮啊，就很漂亮啊，对不对？还可以在里面奔跑哎。所以我觉得导演蛮厉害的，这样哇，这样就是一首歌哎。比刚刚我们在拍的时候，有一只鸟就飞进来了，你有看到里面有一只鸟？我也不知道它什么鸟，它就飞进来了。它可能它也想要拍吧，它就飞进来，然后导演就把它拍了，当场我就被冷落下来了。这么一冷落，就1个小时过去了。想说哇，一直拍鸟，画面也不过出现3秒而已。然后拍了那天拍整天嘛，还蛮有趣的，因为这首歌其实是我在日本那时候跟优卡，就是我的好朋友行木有香，他也是一个作家，就在台湾写了很多，应该有4、5本书了吧。如果你喜欢台湾，然后你有在注意这件事情的话，优卡很特别，他把台湾介绍给日本朋友呢。虽然最近都是钓鱼台的事情，应该过去了吧？哦，对啊，还好吧。阿美族都没讲话嘞。那边的鱼是我们这边飞鱼游过去的。人家蓝屿的也要讲话了，他们的飞鱼也是。地球那么小，我们争来争去的，我觉得领导者应该有很大的智慧啊。然后对，吵吵闹闹总比打打杀杀好。我觉得不要太世界和平 peace。好，带来这首歌不一样版本的 solo， 掌声啊！ここに来た頃のあの頃の自分も思い出している。自由にかける何も持たずそろそろそろとどこでもなくそこでもなく十分な今日もと希望先の空景色は緑の道その始まりはただ白く過ぎる角度の想いの緑の虹流れるようにここまで来た
先の空景色は緑の道その始まりはただ白く過ぎる過去との思いの緑の道流れるようにここまで来た風の行くで透ける雲離れた人今を感じてずっと刻む過ぎる過去との想いの緑の道流れるようにここまで来た流れるようにここまで来た海风吹过，树影婆娑，歌声从来没有停过，快乐许多。不知以后有谁拿来问候？纷扰太多，呼啸而过，由我来保守。别在独蓝的土地上轻易地说着你爱我，这份感情太过朦胧，我还不能够承受。别在海洋的土地上轻易地说你爱上我，在破坏来临之前，先别说出口。吹过，树影婆娑，歌声从来没有停过，快乐许多。不知以后有谁带来问候？纷扰太多，呼啸而过，由我来保守。别在独蓝的土地上轻易地说着你爱我，这份感情太过朦胧，我还不能够承受。别在海洋的土地上轻易地说你爱上我，在破坏来临之前，先别说出口。别在独蓝的土地上轻易地说着你爱我，这份感情太过朦胧，我还不能够承受。别在海洋的土地上轻易地说你爱上我，在破坏来临之前，先别说出口。在破坏来临之前，先别说出口。
敬大家。啊！哎，你怎么那么安静呢？聊天啊！我刚刚上半场讲太多话了，没什么好讲的，下半场就是唱歌啊。还是要问一下，去过都兰没有？有。没去过举手看。我可以当导游啊！你们全部都举手哦。都兰现在应该去很方便了，就是坐火车坐到台东火车站，台东 station， 然后那边有公车可以走海岸线啊。台东火车站的线路大概有4条啊，有一条是最长的，就是从台东一直到静浦成功东河都兰方向，对，就会到都兰，大概车程30-40分钟了，没有想象中的远，对，现在公车比较多了，1个小时至少有1班，有时候还会有2班，比较多了哦，不要这样哈。拜托，以前我们都是等2-3个小时，你知道吗？通车去学校，错过了上午就不用上课了，你知道吗？就不用上课，中午到就好了。老师问了，怎么了？老师，我早上肚子痛，然后上厕所，公车就走了。没有，我们那边小孩子大部分现在比较多通车的啦，以前都住宿这样。住在市区里面，比较有名，大家就知道都兰国小书包吧，是真的有这个国小。校门口是我爸爸那个时代就长了个样子，只是有重新涂过油漆啊。听说以前用的油漆变成粉红色的，风吹一打就变粉红色的，而且。上正面有写快快乐乐上学，然后反面是写平平安回家。你们也是这样吗？哇，那政府还不错，要宣导。想说以前上学都蛮平安的啊，我们那边没有什么车子啊，小时候没有什么车子，只要上学就是不会像都市小朋友比较辛苦一点，通车啊，这边都坐捷运吧，还是家长接送。比较辛苦，我们那边走路啊，多远都是用走的，管你的。其实走路没有家长会载学生去学校的。我们为什么都兰国小书包还留着？是因为也不晓得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因为以前就是当大家流行那个什么双肩的背包的时候，你们小时候有读过国小吧？你知道有双肩的，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是那个拖的吧，要给轮子了。我们那边那个双肩的书包啊，没有人要买，太贵。再来就是那个老人家会觉得那个上面有画卡通，小朋友会不认真读书。我不知道你们是这样吗？所以我后来小朋友就很有创意啊，自己在书包画画，有没有？你们小时候也是这样吗？还是你们的父母亲都给你们背卡通的书包？是吗？是哦，那你应该没有认真读书。他们有这种很奇怪的观念，所以那个国小的书包啊，就是一直市场率都有，市占率很高，在部落里面没有被其他的书包给取代这样。然后有一次总统夫人就来了，那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有人就买这个书包送她，这个书包就红了。其实因为其他的部落就开始流行那个卡通书包嘛，就比较买不到那个很单纯，讲单纯很认真读书的书包，就买不到这种书包，因为都变卡通书包了啊，所以我们那边还有那个比较认真读书，要怎么形容这种书包啊？你告诉我啊，帆布书包啦！你们笑那么久都不会帮我一下，真的是哦。这个书包这样红起来了，那都兰最近纷纷扰扰很多啦。其实我觉得比较恐怖的就是那个 BOT 案了。那些以前没有东管处啊，东海岸管理风景，东海岸
风景管理处的啊，对啊，以前没有嘛，谁给他管过？以前都是我们自己管我们自己的，也没有发生什么事情，他们一管就 BOT 了，就是我们会觉得，以前可以使用的公共财，就是对我们来讲，土地就是一种公共财，土地永远是属于土地的，人都只是土地上的一部分而已。他说，管远就变私有化，就开始盖饭店了。现在还有机会，就是你们去台东看，还开车很舒服，就是沿途上没有什么房子会挡住你们看海、看山的风景，不像垦丁，你要去垦丁，已经看不到海边了，你知道吗？旁边都是房子了，已经遮住你所有的视线啊！你到垦丁就是想要玩水嘛，不好意思，你要玩水要看风海景，第一排8000、1万起跳的房子，你要不要？其实对我来讲，这件事情还蛮诡异的，就是为什么人类属于自然呢？为什么现在为了要接近自然，还要透过这样的方式，还要花钱呢？很奇怪啦，但我们那边的人一天到晚都要还我土地，什么反 BOT， 但我不晓得外面的人怎么看待我们。我很好奇，所以我常常会分享这样的事情给大家。当然你可以把它当做一种环境保护的一部分，但是原住民对环境又会有不一样的逻辑跟想法嘛，跟使用的方法也不太一样。我还是希望大家一起来保护美丽的东海岸总变成财团的，变成我们自己的。总是我们自己一起分享，总是比较好的，好不好？所以我当导游不可能啊。明年想要回台东，想要沉浸一阵子也要跟部落的人，因为现在的都兰很像10几年前的垦丁，10几年前的垦丁很漂亮。我也相信那时候也很多很用心在经营垦丁的人，也去那边投入了很多心血但是终究还是被 BOT 打败。都兰有点像这样，很多人很喜欢都兰，也来都兰支持我们本地人一起保护环境，然后也当然更好一点，怎么做艺术创作。还是文化保存都有，很多种。一首国语歌这样，眼泪不要掉下来啊！开始之前，没有会先说的明白，就像平常一样度过的时间，开始会先有个春天，来遇见你的明天，也不知道梦想会多遥远，再过不久。才会渐渐地发现，怎么的浮现，分散在不同的时间。原来自己那么的脆弱，不懂的事还这么多，而这个世界另外一面，现在看见。我说眼泪不要掉下来，眼泪不要掉下来，眼泪不要掉下来。我说眼泪不要掉下来，眼泪不要掉下来，眼泪不要掉下来。
像平常一个度过的喜宴，开场会是有点春天，来迎接你的明天，也不知道梦想多么遥远。在我不久，你将会渐渐地发现，折落的歌弦。 分散在不同的世界，原来自己那么的脆弱，不懂的事还这么多，而这爱世界另外一边，现在看见。我说眼泪不要掉下来，眼泪不要掉下来，眼泪不要掉下来。 我说眼泪不要掉下来，眼泪不要掉下来，眼泪不要掉下来，眼泪不要，眼泪不要。我说眼泪不要掉下来，眼泪不要掉下来，眼泪不要掉下来。我说眼泪。 掉下来，眼泪不要掉下来，眼泪不要掉下来，眼泪不要，眼泪不要。我说眼泪不要，眼泪不要。好了，要哭了啊！哭也好了，哭一哭。很难过的哦，一直参加抗议10几年了，10几年哦，从乡公所开始抗议，一直到总统府哦。好像我是坏人呢，其实我们都蛮好的啊。我们抗议累了就唱歌、跳舞、喝酒啊，然后有爱心的人就会发便当给我们。面对很多社会的不公不义，其实我相信一件事情啊，物极必反啊。这件事情大家都懂吧？我觉得每个族群好像都有这种道理啊。就是中文讲就是物极必反嘛，阿美族也有我们自己的讲法。那希望啊有一天还是世界和平，大家都公平对，和平共处的。怎么那么严肃哦？怎么会变到这样？对不起啊，听歌就好啊，听歌。最近比较没有什么偶像包袱可以讲这些事情。很快，你们有把我当偶像看吗？虚伪。偶像都我自己在讲。好了，唱一下偶像的歌，在 KTV 上面写3D 歌。Ku yaci jang sumi hananai, ku yaci jang sumi hananai. La lihat kita, kalau kita, lala kita, malah selesai mati kita. La lihat kita, kalau kita, oh,
malam buka kain iso. Lala kita, kalau kita, lala kita, malah kita mami kita, lala kita, kalau kita, Kaliran aku kisah midalio, aku ya cincang sumi hanana。谢谢。我怎么输在最后一句？我自己发一倍啊！你好像比较喜欢看我出锤耶。啊，对不起啦，我是其实还蛮想当偶像的，但是因为一直出锤，所以当不了。我怕时间会耽误到，因为杨明，我的好朋友，我们从什么时候，18岁的时候，差不多一起玩音乐到现在啊。他等一下要赶场了，下面是王牌，黄宇翔，超强的啦，应该也是台湾第一个盲人演员吧，还要代表台湾去角逐奥斯卡，太夸张了啦！说一想，如果你需要带路的话，可以找我。如果你需要很厉害的拐杖，我们有很多很快你能比的木头在原住民的身上，这样我会不会很现实啊？哇塞，玉祥也不得了，以前一起玩乐团的朋友，很优秀啦，玉祥。应该你们有的朋友应该没看过吧？就是我之前有一个钢琴手，然后后来去拍一个电影，然后这次入围金马奖很多奖项。现在要代表台湾去角逐奥斯卡啊！人生无常了啊！好朋友啦，总是要祝福他，虽然有点嫉妒，你知道吗？然后你知道吗？我不知道有没有发生在你们这种事，我自己也会想一想，我有时候会不会变成那种人？但是现在我好像变成那种人，就是我都会想要跟玉祥讲说，玉祥，你知道吗？你以前从台中上来台北，都是我用计程车去载你的。你知道吗？你有时候你吃东西不方便，都是我帮你买东西。就开始邀功了，你知道吗？我想说，命怎么那么狗腿？然后自己还要计算，我曾经带过玉祥几次。我有看到玉祥这样，他还是保持他很一贯的那种开朗跟谦卑，其实我还蛮感动的。就是虽然他很高，现在感觉好像很多。我就觉得他现在会发光，你知道吗？碰到他一点点都觉得他真的是偶像。他有那偶像，就是大将之风，真的是巨星，你知道吗？然后人家怎么亏他，他还是保持他以前那种很谦卑，然后很开朗的个性，让我觉得很羡慕啊。我觉得也不得觉得说啊，这是他让我觉得很敬佩的一个朋友。还不简单呢。
而且这2年的变化这么大，他还是保有他一样的风格、个性啊。人各有命，人生无常。好好爱你身边的朋友。有一天他要去奥斯卡金像奖的时候，你都不知道。真的。好。有一首歌，我觉得很能够代表我现在的心情啊，我很觉得是一首中文歌，《过生活》。杨敏有没有很后悔没有跟他一起去？有没有很后悔没有以前对他比较好一点？朋友，想你想得好久，耶！说什么？这时候，等一下，我居然打嗝哎！好了啦。都是玉祥害的，害我那么惆怅。我觉得我要失宠。你也感慨吧，对不对？以前要对他好一点。哎，你们这个录影的比较快吧？还在录。那都不要给你想知道吗？恭喜！好了啦，不要录了啦，我都很难过嘞，唱不下去了啦，好啦，大家这首，我们平静一下吧，看到一下，恢复一下我表演的水准。还有这首《过生活》。